香港嘅醫療系統咧，同房屋同埋教育係唔一樣嘅。我哋房屋嘅話係有公營、有私營同埋有中間有居屋，但係我哋醫療咧係主要係公營同埋私營，中間嗰條柱咧相對地比較少。而家咧就都主要咧係透過自願醫保計劃或者係公私營協作咧，去令到多啲嘅投入落去中間呢一條支柱入邊。咁喺呢個情況底下咧，就會出現咗個問題，就係如果你公營機構嘅錢係唔係好夠嘅話咧，而私營市場都支撐唔到嘅話咧，某程度上咧，呢個系統咧就有一個危機喺度。咁所以其實無論醫管局或者政府咧，其實推過呢個公私營協作計劃咧，其實係一個幾好嘅一個做法。咁呢個做法嘅意思咧，就係話將一部分嘅病人咧，即係流出去一個私營機構入邊做一個公私營協作啦，而一個病人咧，亦都可以做到一個嘅 payment 落去咧，令到呢一個系統咧，呢個 mechanism 咧係 work 嘅。咁所以如果係咁嘅話咧，我覺得可以建議咧係將入邊除咗 imaging 啊或者一啲萬命共治，即係類似呢一類咁嘅 co-payment system， 再擺落去嘅時候咧，其實可以再延伸到其他嘅服務咧，其實可以令到公營醫療嘅同事嘅壓力會細咗啦，個 waiting time 都少咗。因為我最近都聽到可能物理治療都要等9個月。咁喺呢一度嘅情況底下，你可以做多少少公私營協作，可以幫到呢一個問題。第一，第二就係即係喺我政綱入邊所講嘅優化呢個自願醫保計劃。令到多一個 funding source， 因為一個 funding source 去呢一件事度入邊咧，令到佢可以咧更加可以做翻大少少。因為我哋喺舊年嘅即係成個嘅開支係2500幾億，咁政府係用咗1044億，之後就係用咗其他就係私營機構，但係中間呢一個 payment 咧可能未必好夠。咁我覺得如果係咁嘅話咧，可以做到將病人可以由公家去到私營之餘咧，亦都係釋放到咧私營即係醫療入邊本身嘅一啲潛能。所以呢個咧可以繼續再深化落去，亦都係我第4個就係深化公私營協作同埋自願醫保計劃。好多謝。